大家好，歡迎收睇我嘅頻道。最近香港保安局就搞咗個禁毒宣傳，然後有件事笑到我肚痛。佢哋揾咗郭富城做榮譽禁毒專員，拍埋宣傳片，設計咗一句特別版口號。聽我講，一齊企硬唔剔嘢，仲話係今年嘅潮語，建議後生仔見面用嚟打招呼。你話成件事幾尷尬喎？點知呢個廣告未出街已經出咗事，真係世紀大笑話。有網民前日喺港鐵尖沙咀站出口發現禁毒廣告嘅口號竟然寫住一齊企硬剔嘢。吓，你冇聽錯，我亦冇講錯，係一齊企硬剔嘢。原來真相係車站嘅方形石柱唔夠位，結果你企喺正面望過去，淨係見到一齊企硬剔嘢，完全相反嘅意思就咁樣誕生咗。你話離唔離譜？堂堂一個政府部門搞咁大個禁毒宣傳，揾埋天王拍片，相信係宣傳部門嘅人士。呢啲咁基本嘅嘢，貼廣告之前行過去望一望，有冇人諗過？喂，條柱咁渣，啲字睇唔睇得晒㗎？冇，求其貼上去就算，完全係是是但但、求求其其嘅典範。呢個仲要係最近宣傳嘅口號。你話如果啲後生仔行過見到一齊企硬剔嘢，佢哋會點諗？會唔會以為香港已經可以吸毒？你話搞唔搞笑？保安局事後喺 Facebook 承認疏忽，為冇留意廣告角度致歉，仲話已經即時下架。佢哋貼文仲話廣告錯咗可以 take two， 但剔咗嘢，人生就無得重來。你今日學識未？哇！你話佢識唔識玩食字？係幾識嘅，但呢句說話由佢哋口中講出嚟，我覺得有啲諷刺。你哋連個廣告都貼到錯晒，仲叫人學識未？不如你哋自己學識點樣打好份工先啦。唉，成件事俾我嘅感覺就係香港啲職員做少少嘢都做得咁求其，貼個廣告都貼到錯晒，仲要係禁毒宣傳咁嚴肅嘅主題。你話如果連政府部門做嘢都係咁嘅態度，我哋仲可以期望啲咩？講起毒品呢樣嘢，最近又真係越嚟越多。近日有網民喺地鐵車廂錄到一名青少年懷疑吸食毒品，隻手好似柏金遜症，手震震，而且仲影到佢喺車廂食埋煙。你話幾咁離譜？有網民仲話佢都幾識嘆，又煙又酒。大家又點睇呢單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 like，未訂閱嘅朋友記得訂閱一下，感謝各位嘅支持。